道德經第一章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，名天地之始；有，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能用言辭表達嘅道就唔係常道，能用文字表述嘅名就唔係常名。無係形成天地嘅本源，有係使萬物化生嘅動力。所以常站喺無嘅立場，就有可能觀察到宇宙天地如何變化嘅玄妙；時時站喺有嘅立場，就可能發現宇宙萬物看得見嘅部分嘅變化。無同有係相同嘅，只係名稱唔同，都可以講係非常深奧微妙嘅。你認為佢非常深奧，其實一啲都唔深奧，佢係開啟世間一切奧妙嘅天門。觀唔係只用眼睛睇，亦都唔一定要睇到，通過內心嘅體驗，通過內心嚟觀照，往往比用眼睛睇要明白得多。道德經第二章：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為不居，是以不去。天下人對美有咗固定嘅標準，有咗分辨美醜好壞嘅心態，咁就弊家伙啦。個個都知道善有固定嘅標準，好多人就會借住善人嘅名義去做壞事。有同冇唔係對立嘅，兩樣都係道嘅一部分。難同易係互相對比先至存在，長同短、高同低要擺埋一齊比較先至明顯。音同聲要互相夾埋先至聽得出故中嘅內涵。前同後係連續嘅，冇得斬開。所以聖人做嘅每一件事都唔會違反自然規律，唔會教齋講，而係實行身教。道生出萬物，但從來唔離開萬物；創造萬物，但唔霸佔；有作為，但唔自恃自己嘅本事；有創造同養育嘅成就，但唔邀功。因為無心爭功，所以永遠有功勞。無唔係乜都唔做，呢度講嘅為係解作違反，處無為之事就係做嘢唔違反自然嘅規律。我哋做事情要順應自然嘅規律。